57岁的哈林与程庆3年前和主播张嘉欣再婚，继女儿哈密瓜出生满周岁后，张嘉欣去年11月又顺利诞下儿子哈宝，婚后依旧幸福美满。农历年前一家4口还搬进1级豪宅，让不少人称羡不已。不料近日却经传张嘉欣与哈林妈张正芬出现婆媳问题，甚至两人一度吵架，才会选择搬家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虽然传闻张嘉欣颇得张正芬喜爱，尤其她高龄还在短时间内替与家生了1对儿女，但两人多少还是会在小事上有摩擦。虽然张嘉欣看似尊重婆婆，对她念东念西并不会回嘴，但其实内心都在隐忍。曾是上海国宝级国剧名伶的张正芳，跟作风洋派的张嘉欣，二代间许多观念本来就有不合之处，在教养问题方面，观念更加分歧。先前张正芬对于哈林与前妻伊能静生的儿子小哈利就涉入甚深，但现在张嘉欣则是自有主张。张家有人因此推断，此事极有可能就是婆媳间争吵的导火线。哈林与张嘉欣农历年前带着哈密瓜、哈宝搬离原本住的一品大厦，搬进1元级台北花园，看似一家4口享受天伦之乐，但实情就是因张嘉欣无法再隐忍婆婆爆发，甚至传出婆媳两人大吵，才会吵到最后决定搬家。不过这似乎与张嘉欣的产后忧郁有关。